親愛嘅朋友，讓我為你講一個關於信心與冒險嘅故事，一個改變咗人類歷史嘅選擇。喺美索不達米亞嘅吾爾城，有一個名叫亞伯蘭嘅人，嗰係一座繁榮嘅大城，商旅往來不絕，神廟高聳入雲。夜晚，亞伯蘭常常企喺屋頂上，望住滿天繁星發呆。佢嘅父親佢拉係個製作偶像嘅商人，家境殷實，但亞伯蘭嘅內心卻總係渴望住乜嘢？一個平凡嘅日子，耶和華上帝對亞伯蘭說話啦。想象一下嗰刻，你要離開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嘅地去。呢聲音清晰而堅定，卻又充滿慈愛。上帝應許要使亞伯蘭成為大國，要賜福俾佢，叫佢嘅名為大。呢個係一個驚人嘅邀請，卻亦係一個艱難嘅抉擇。離開安穩嘅家園，放棄熟悉嘅一切，踏上一段未知嘅旅程。亞伯蘭望住佢生活咗75年嘅城市，內心激盪。佢嘅妻子撒萊溫柔地企喺佢身旁。佢雖然冇細路，卻始終支持丈夫嘅決定。於是佢哋收拾行囊，帶住侄兒羅德，仲有所有嘅財物同僕人，開始咗呢一段信心之旅。駱駝隊伍綿延，向住迦南地進發。佢哋經過哈蘭，穿越沙漠，走過山谷，每一步都係未知，每一日都需要信心。終於嚟到示劍地方嘅摩利橡樹嗰度，迦南人喺嗰地居住。呢度嘅一切都好陌生，但就喺呢度，耶和華向亞伯蘭顯現，話我要將呢個地賜俾你嘅後裔。亞伯蘭喺嗰度為耶和華築咗一座壇。佢哋繼續往南行，喺伯特利同艾嘅中間支搭帳篷。呢個唔係堅固嘅城牆，唔係豪華嘅宅邸，只係簡單嘅帳篷。但係亞伯蘭知道，佢唔係喺度尋找一座城，而係喺度尋找嗰座神所經營、所建造嘅天國。然而，旅程並非總係順利。當地發生咗嚴重嘅饑荒，食物短缺，牲畜缺水。亞伯蘭不得不帶住全家轉往埃及暫避。喺嗰度，因為撒萊嘅美貌，佢哋經歷咗一場驚心動魄嘅冒險。但即使喺困境中，上帝始終信實地保守住佢哋。呢個故事話俾我哋聽，信心唔係一次性嘅決定，而係每日嘅選擇。就好似亞伯蘭一樣，我哋都成日面臨住要離開舒適圈嘅時刻，或許唔係實體嘅遷移，而係內心嘅改變。每一個離開都係一個機會，讓我哋更深咁經歷神嘅信實。親愛嘅朋友，願呢個信心之父嘅故事能夠喺你入睡前俾你一啲思考。也許此刻神正在對你講嘢，邀請你踏上一段新嘅旅程。晚安，願你喺夢中遇見嗰位信實嘅神。